了10寸韶和分，可有換到10寸金？還剩低幾多心跳？人面跟水晶錶面對照，連自己亦都分析不了，得到多與少。也許真的瘋了，那個倒影多麼可笑，靈魂若變賣了，上鏈也沒心跳。銀或金都不緊要，誰做機心一樣了，計劃了照做了，得到了，時間卻太少。No no no no， 還剩低幾多心跳，還在手講不及了。昂貴是這刻我覺悟了。Thank you。